中秋连假有真侪人伫咧航吧，所有民众用这砖仔贴航甲一半出来避开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专家是认为讲民众使用的砖仔内面可能是有含水，即航甲一半才会避开的。 碰的一声真大声，将民众惊一跳。放伫网顶的时在炭火四过盆，好加在所有人会虎跳开，无人受伤。中秋应景航吧，安怎会出现这种惊险的画面？专家讲，是民众用砖仔架还是伫水泥地，因为小棚冷所造成的。里面如果水分含量多的话，它会瞬间蒸发变水蒸气。那这个水蒸气就会让里面的那个本来的裂缝，有点类似像热胀冷缩的情况，把砖块劈成两半，或者是很多碎片。 的这种情况，那当然它在喷射的过程中，会因为它胀缩太剧烈，所以可能就有很大的那种喷溅的那种感觉。专家讲，砖仔家己落雨了，可能含水分含嘛是因为小棚冷缩原因，让砖仔卡避开喷出碎片。阿妈土地也是同款的概念，虽然不是条关情况，不过也是有一定的风险。那真正要贴砖仔架航吧，建议航吧进前先和砖仔架拍2、3日。我通常都会用那个烤盘哦，对，烤肉架呀，烤肉架了，对，烤肉架要多注意啦，要多烤肉的时候要放个烤肉架这样子。中秋连假真侪民众应景航吧，随市面上各种航吧的产品拢有。民众讲多数已经无咧用砖仔架做航吧。消防人员建议航吧的时阵，和航路甲地面之间保持一定的关度，避免和关路的航吧聚会出现突发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